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罗西亚甲乌克兰昨头一届谈判，也毋过无结果。早起法国总统马克龙甲普京通电话，普京提出3个停战的条件。拜登政府派出代表团来台湾，成员有民主党、共和党，拢是经国安高层，专机会伫下晡4点左右飞来台湾。108科讲上路头一届学测今仔公布成绩，有人讲今年数学 A 是有史来上困难，开始顶标只有10几分。新闻一开始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小战已经第6天，昨暗头两边展开头一届的谈判，也毋过无达成共识。今仔早起，法国总统马克龙嘛甲普京通电话，要求要停止攻击百姓。普京嘛提出3个停战的条件。事实上，罗西亚入侵乌克兰无主本按算的遐尼顺利，战车阁驶袂去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普京嘛一再威胁讲，可能会动用核武，互国际社会是愈来愈反感。日本暗基辅国邦空袭警报，真侪人赶紧走去避难所甲地下设备。这几天常常听到爆炸声甲庆声。这天当局拄则宣布解除2天的宵禁。乌克兰军队虽然兵力无够，也毋过强力对抗，互国军的速度变慢。Группировка войск Луга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и огневой поддержк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ведет успешные 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двинувшись вперед на 23 километра. Установлен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ными пунктами Новая Астрахань и Боровеньк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продолжая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завершают блокир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Мариуполя. 乌克兰国防部公布一段影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摧毁俄罗斯一座地对空导弹系统。目前，基辅甲其他重要城市拢收掉下。伫基辅西边的霍斯托梅机场，互两兵抢过来抢过去。另外，根据卫星影片，伫离基辅市中心17公里，有看到几落百台装甲车、坦克车、大炮等车辆组成的车队，也阁看到基辅外围有见到过分裂，也阁一座桥也损害。BBC 报道，俄罗斯差不多控制乌克兰领土的大部分地区。Мы в лифтовой прячемся, там самое такое надежное место. 乌克兰甲俄罗斯伫咧白俄罗斯边境举行会谈，乌克兰要求随停火，俄军撤出。俄国希望达成符合双方利益的协议。不过，第一轮会谈除了讲好过几天，也有后一遍谈判以外，无达成什么协议。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面临着一连串的制裁，对经济影响真大。二倍，普京甲政府高层就经济问题开会。普京第二遍讲，西方国家是讲白贼的帝国。讲北约的侵略性声明是伊展开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西方的官员是认为，普京想要借由推翻乌克兰政府，恢复莫斯科伫咧冷战时期的影响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世界各国虽然刷对罗西亚提出制裁，除了面对经济制裁的压力，体育方面嘛是共款。罗西亚卡球赛、卡球队嘛，互国际卡球总会禁赛。瑞士嘛已经宣布要放弃中立国的地位，嘛要对罗西亚提出制裁。联合国昨嘛专工召开特别大会，呼吁罗西亚要马上停战，因为昨乌克兰甲罗西亚谈判无结果，乌克兰表示讲已经申请要加入欧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暗伫总理甲国会议长共同签字了，正式提出加入欧盟的申请。Але цього 30 років. Сьогодні я підписав заявку на членство України в Європейському Союзі. 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甲俄国总统普京要求乌克兰保持中立的立场完全颠倒并。不过，乌克兰真侪指标拢离加入欧盟的标准有淡薄仔差，所以这边的申请代表意义大过实际的意义。因那联合国也针对乌克兰危机，伫咧8月正罕见的40年来第一遍开紧急特别大会，按算3个初日要表决，呼吁俄国立刻退军的决议，不过无法律的约束力。秘书长古提瑞斯呼吁俄国停火，也批评普京想要动用核武，完全无法度接受。Russian nuclear forces were put on high alert. This is a chilling development. This escalating violence, which is resulting in civilian deaths, including children,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Enough is enough. 面对俄国军事入侵乌克兰，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发动强烈的制裁，真侪国家也宣布禁止俄国的飞机进入因的领空。有200多年中立国历史的瑞士，也伫8月宣布放弃中立地位，加入对俄国的制裁。俄国6300亿美金的外汇存底也被冻结。
俄国嘅上大银行俄国联邦独条银行伫澳洲嘅分行有可能会倒。另外，俄罗斯嘅卢布兑换比金8半40%，俄国也宣布要升息，并且暂停股市嘅交易。另外，包括英国石油加壳牌石油、汇丰银行，一个全世界上大飞机租赁公司，挪威嘅能源公司，拢将会退出俄国嘅市场。Whether they will serve to alter President Putin's strategy towards Ukraine remains another question. But clearly, these are very significant sanctions that will cut Russia off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for as far as the eye can see. 除了经济层面的制裁以外，国际卡球总会 FIFA 一个澳洲卡球总会8月也联合宣布，禁止俄国的国家队加俱乐部的球队参加2个联名旗下的所会比赛。澳洲卡球总会同时也宣布停止甲俄国国营天然气公司的赞助合作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团组在乌克兰的台湾留学生在外交部调巴士先去波兰，今仔早起要对土耳其转机飞返来台湾，航空公司却要求讲一定要有 PCR 阴性的证明，所以因就互拒绝登机哦。因为之前指挥中心有公布讲会当返来台湾才个检验，所以有留学生就批评政府铁桥只做半套。也毋过后来外交部去沟通，嘛已经安排这留学生坐后一班的飞行机飞返来台湾。伫红色碰色无碍乌克兰留学生 Simon 10个人，伫外交部协助之下，总算对乌克兰撤到波兰，要返来台湾。毋过因煞伫土耳其搬机的时，互拒绝登机，提出进前卫福部讲的免 PCR 证明的切结书，却也是因为无 PCR 阴性证明，无法度登机，留伫机场10几点钟。卫福部说不用，那你地勤说要，那请问一下我不懂的点就是在说，你这些的讯息的传递有没有传递到？结果反而是造成一个中断，这让我们被delay的开销，我们又要自己承担。毕竟说都是撤销，那怎么做事做半套？本地伊要坐台湾时间，初一透早7点的飞行机对土耳其起飞，按算下晡5点到台湾。互拒绝登机的Simon真生气，伊只想要紧回去厝呢。几点钟了后，总算接到外交部的电话，表示安排上紧的班机，相关的部会也会伫立法院回应。要回来的国人，我们一定全力帮忙，那也不需要有 PCR 的证明，到了台湾再落地裁剪就好。那我相信这是在可能交通部在联络机场的时候，因为它有一个转机，所以那个作业的细节我们就没有办法清楚。这个是土耳其航空公司，他误解了我们那个免 PCR 的这个证明。那我们已经安排好他们最快的时间能够回到国内来。同一个航班的隔天，它应该就是隔天的同一个航班的那个班次那个号码，应该就可以回来。咱讲伫乌克兰的留学生有12个，有3个人已经伫2月24返来台湾，包含Simon在内的6个留学生，26坐铁桥的巴士到波兰，目前伫土耳其咧等搬机，搁一个人留伫基辅，已经退去斯洛伐克。另外，针对伫乌克兰东部甲南部2位留学生，会搁提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过来今仔新增加40个境外病例，4个本土病例，一个伫台北市是甲宗教聚会有关系，另外3个拢是桃园幼儿园的病例，嘛拢是新加国籍的学生啊。另外明仔载开放第25期疫苗追加下的预约，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部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有新增44例，那有4例本土。是40例的境外移入，4例本土里面有一个案20657这是台北市的个案，跟宗教春酒相关，那是19991的一个同事。另外桃园市有3例那都是这个跟米迪幼儿园群聚相关，那这3案都是20621的3个儿子那都是新街国小的学生。另外，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是可以开始做预约25期的预约分流。
再来看桃园面地幼儿园的群聚，佮继续的传。昨暗桃园中立一间国小又佮增加3例。市政府是表示，中立殡仪馆采检381个人拢是阴性，新界国小拢总采检2497个人，目前的结果有730个人是阴性哦，其他人佮检验中。面地幼儿园群聚传到中立区某一间学校，礼拜暗传出3名学生着病。教育局紧急调回学校师生，包括幼儿园甲家长，拢总采检2497位，730位阴性，其他陆续检验中。学校也停课14天，全面改用线顶教学。早起陆续有学生去学校摕物件，佮登去厝上课。今天不是停课吗？对。啊，你是来拿什么？拿东西，还得等爸爸妈妈哈。昨天晚上采检到晚上的11点40分哈，总采检人数2497人。学生家长2061例伫中立某礼仪百会上班确诊，中立殡仪馆也采检381人，结果拢是阴性。市长郑文灿表示，希望伫第一时间建立起社区的防火墙，将采取有风险高标准防疫政策，确保传播链会当得到收煞。有关米迪幼儿园的群聚感染事件，已经累积有这个20几位确诊。那我们针对确诊者的家庭、职场、学校以及社区活动的足迹都进行扩大匡列跟裁剪。针对面地幼儿园群聚，各延伸3间国小甲妇幼停课到11。唐市长郑文灿表示，应该考虑拢考虑好啊，加上扩大采检，政府将根据采检结果作为检视，搁进一步扩大考虑，也是有风险伫厝隔离时间的判断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拜登政府会派代表团来台湾，由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穆伦带队，成员有民主党、毛共和党，拢是前国安高层。总统蔡文会伫明仔载早起接见访问团，因为乌克兰的情势紧张，拜登总统派出访问团来台湾，这嘛显示台美的关系是真坚定。有学者嘛认为讲，这嘛代表美国重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去年4月份，外交部长吴钊燮和迄时阵的 AIT 处长廖永杰做伙去松山机场迎接由美国前参议员陶德带拜登政府头一团的访台代表团，总统蔡英文也接见。今年3月7日，拜登政府阁派代表团坐行政专机来台湾，由前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带队，也阁有前国防部政策处长傅洛伊，前白宫副国安顾问欧苏利文。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个人，甲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爱文，民主共和两党的人拢有，拢是下任的高层国安官员。在世界局势有变之际，美国拜登总统派相当层级非常高的访团专程来台，来跟我总统相关首长大家交换意见，共同注意各方情势，是非常好的作为。蔡总统按算3月7日接见代表团，也设宴会来接待，期待透过这届面对面的交流，深化台美关系，继续共同维护区域的和平，为全球的和平打拼。尤其伫乌克兰情势长正热，阁愈显示台美关系真稳定。学者认为讲，这代表美国真重视印太地区的和平。可能是有它一些功能上的考量，意思说美国还是非常重视台湾的一个安全，还有台海形势的一个和平稳定。当然也会向区域里面包括像北京或像区域里面的其他的国家显现说，我们是非常重视印太地区的这个一举一动。除了拜登政府代表团，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也要伫3月7日到7月5访问台湾。平常除了要会见蔡总统，接受副总统赖清德的招待，阁要私下进行演讲，甲台湾的政商学界来交流。记者综合报道。昨有一个读台南中原大学的查甫学生讲收到学校教务处团的简讯，讲已经获选到会当去罗西亚做兵参战，有会当有去会当抵掉20个学分哦。也毋过学校讲，伊无发过这款的简讯，有民众是认为这应该是有人调故意创治，嘛讲人的战争安尼做实在是真无道德。
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争超过5天，虽然有谈判，却唔知当时停止。欧洲国家丹麦开放国民参战，台南市也有中英大学的学生收到学校教务处所发出的征召令简讯，讲伊通过解放乌克兰选拔，请伊带身份证去领证，而且飞去俄罗斯，佮讲参加战争会当拄20个学分。学校当然没有去发出这样的一个简讯，那同时学校也立刻透过学校官方的一个 APP 的系统。通报所有学校的师生要注意此类的不当的这样的一个简讯。假的，应该是假的。通过参战新校的假消息，唔是第一届，进前嘛有其他的民众收过。中英大学澄清，这个学生所收到的消息，唔是学校所发的。顶礼拜六，因一收到学生的汇报，就透过全校拢收到消息的 APP 软体来澄清。目前无师生哄骗，但是当时两国交战的时期，这种消息嘛，互师生拢感觉无妥当。毕竟这是个很严重的事情，战争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他来开玩笑是不太妥当。拿别人的种族国家开玩笑，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英大学对这个假消息保留法律的追诉权，嘛强调会持续关心后续，更加呼吁着社会大众，针对这种以战争为名不当的消息传播，应该到这为止。记者王柳婷、明昭宽台南报道。再来看罗西亚拍乌克兰引起国际不满，嘛影响到台海局势。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日欢迎报告，嘛用前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这场战争嘛是会经过咱台湾的民众。伫战争甲屈辱面前，你选择屈辱，可是最后嘛是爱面对战争。苏贞昌是强调讲，若是咱的民众展现团结的决心，全世界拢会来斗相共。在战争与屈辱的面前。你选择了屈辱，可是屈辱过后，你仍得面对战争。引用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名言，得到大家喝彩。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乌俄将对事件，咱国民众只有自立自强、自助了后，才会有人帮助。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国际批评，牵动台海局势。苏贞昌初一去立法院报告，讲到台湾甲乌克兰局势无同，包括维持第一岛链特殊战略地位、全球产业供应链扮演关键角色。对于拜登总统特别派遣访团今天到台湾，可以看出台美关系坚若磐石。立法院朝野党团做出共同声明，严厉谴责俄罗斯，要求政府甲国际徛做伙，参与反制措施。另外，立法院引用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讲，俄乌战争有告中国安怎对付台湾，要安怎防范台海局势变化。苏贞昌也展现决心。老爷爷进入金银报道，连体育明星都回国参加保乡卫国。只要我们展现团结跟不容侵略的决心，全世界都会来帮忙。另外，政府开放福岛5罐吃食品，立委接审的时阵是这期国内抽检次数上少，采样的件数超过3501件以上的，全部都是采15件。所以我要跟院长跟部长说这个太少了啦。全世界只剩台湾甲中国完全禁止福岛5罐吃食品，立委要求比较南韩，护士检验应该达至490，强化抽检机制。对此，苏贞昌强调，台湾绝对袂允准核实进口，会采取比国际更较严格标准，维持安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伫台湾的乌克兰的人，今仔个再出面呼吁各界和乌克兰愈较侪合作。咱国内嘛有真侪公民团体嘛去声援，望讲咱台湾会使赶紧来定出难民的庇护机制。内政部长徐国勇嘛答应讲，伫台湾的乌克兰的人，若是签证到期，会当先延长。这位和平分教讲出心内上心的希望。乌克兰战争第6天，战火拢无停。伫台湾的乌克兰人也再度出面发声，抗议俄罗斯政府普丁政权持续侵略乌克兰，也希望各界会当提供更加侪协助。If you don't want to support the war or army, support our medical help, support us with medicine. It's so important. We accept everything, all kind of help. You can support by donation just to buy our people food. I know we cannot deliver nothing from Taiwan, but we can donate and people can deliver from Poland to Ukraine.
来到俄罗斯驻台北办事处递交联署书，有几多个公民团体共同声援，希望台湾甲乌克兰徛做伙，有3600人响应联署，重新要求俄罗斯遂停止入侵的行动。世界各国应该具有人道加人权的精神，支援乌克兰，并且呼吁台湾赶紧立法通过难民法，建立难民庇护机制。这个联署的行动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因为这个就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道理：反侵略、保障人权，这是普世价值。纵然他已经整个到期了，那应该回去了有困难，那只要他在这边提出申请，我们这边都会允许让他来延长，而且没有次数的限制。内政部长徐国勇承诺讲，在台湾的乌克兰人会当延长居留的时间。另外一方面，台湾政府也会对乌克兰展开人道救援，已经运送医疗物资，被设法交予乌克兰政府。因那民间所发动的募款平台，目前已经有600笔，要加80万的捐款，要予乌克兰提供因上直接的援助。记者综合报道。战争嘛伤害真侪无辜的百姓，有一个6岁乌克兰的查囡仔，就互枪支弹着伤，送病院，也毋过最后嘛是救无倒来。医护人员是真毋感冒。即马世界各国反战的抗议是不断，伫罗西亚国内，嘛50个都市的民众行上街头抗议总统发动战争。Давай ее сюда! Давай ее сюда! Давай успеем! Тихо! Держи сам. 当伫咧乌克兰东南部城市马里乌波尔，因为战火受伤的6个查某囡仔，被送到病时阵已经唔知影人，医护人员沿路替伊做 CPR， 想要甲伊救大，也毋过最后连电击也救袂大。现场医生去甲啉袂条大声骂普廷，护士也伤心甲流目屎。Покажите этому путинскому хуйлу вот эти глаза вот этого ребенка и плачущи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5天，死伤人数一直增加，反战的声音愈来愈大。礼拜有超过10万人伫咧德国首都柏林，因举着反战的牌仔挺乌克兰，骂普廷是骗子，叫伊停止战争转去。Und ich würde gerne die Mütter der Welt, der russischen Welt aufrufen. Sperrt eure Männer, eure Söhne, eure Jungs ein und lasst sie überhaupt nicht los und lasst sie nicht in den Krieg ziehen. Wenn keiner hingeht, dann wird er schon sehen, was los ist. 抗议民众讲，因支持德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就算因为天然气无够影响生活，因也愿意配合。伫咧俄罗斯的境内，也有真侪人无支持出兵，4月拢有反战示威。礼拜有超过51个城市做阵抗争，伫咧第2大城圣彼得堡，民众发着反战的口号。Войну надо прекратить. Этого нельзя. Это безумие, то, что сейчас происходит. Мы должны все вместе кричать «нет войне» и все выходить на улицы. 敢若伫咧礼拜1天，又阁有2600多位抗议人士和各国的警方逮捕。自开战以来，总共有要加6000人被逮捕。公司新闻暂回变编辑。过来消息，咱来看108课纲上路的头一届学测，今仔公布成绩。今年的数学 A， 互认为讲是有史以来上困难，结果确实顶标只有10几分哦，满积分的人数嘛只有789个人。考招新制开始咯，第一届大学学测的成绩出来咯。大考中心公布国考成绩的标准，其中国文和社会的卷票，伫个外尾5年内是依次平平。英语的卷票和去年相像，也若自然科是比去年悬1级分。也若数学科配合108课纲规划，头一遍分做数学 A 甲数学 B， 含在分开进前的这个数学11级分来甲做比拼。数学 B 的卷票13级分，也若互评比讲是这个历年来上界困难的数学 A， 伊的卷票敢若有10级分。我们原先规划是希望落在2%到5%之间，考量到高数学需求还有特殊面向需求的这个同学。所以数学 A 当初在规划的时候，原来的学测要稍微难一点点，基本上跟原先的目标是有落差。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做检讨。
数学 A 困难度有较悬，对晚结婚的人数来看，就看会出来。规台湾晚结婚，英语有3708个人，这上介济。搁再来是自然甲数学 B， 数学 A 晚结婚，敢若有789个人，无到总人数的1%。若是对考生的选考组合来看，新型学测的第一届，以选考6科的人数上济，超过30成；选考5科的人数嘛约要3成。伫这当中，选考社会科又过来到达困难度较悬的数学 A 嘛约要2成。这个是第一次，我相信可能会跟过去的这个趋势是一样，选择6科的人数会逐渐的降低啊，因为5选4我们是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学测的成绩一日出来，总是会有人欢喜，有人忧愁。赛后的欢声嘛，要伫3月15号开始报名。申请入学的报名时间是伫3月23，并且会伫5、6月的这个期间来做第2阶段的甄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8大工商团体今仔去总统府甲总统见面，商总的理事长柯书博是表示讲，因为疫情，咱国内观光业景气是真歹，望讲会当赶紧有条件来放任边境。中小企业总会是望政府来辅导中小企业做净零碳排。2050净零碳排的目标，相信可以满足未来电力的需求。针对国内欠电的议题，总统蔡英文真有信心咧话讲，强调毋但会照时程来策动净零碳排，嘛会满足国内的用电需求。伫咧初一的顶部，总统府接见8大工商团体。总统伫咧致辞的时阵，特别强调对这个企业界的关心，国内能源的政策甲用电问题来做出回应。另外，企业界所关心的这个碳费的征收问题，是强调讲会照期间来策动。初步构想是要用大来带势，先对大企业、国营企业来先来实施。碳费的征收都会考量企业承受的能力，依循的先大后小，也就是先大企业后小企业，以大带小的模式，并且由国营事业以身作则，逐步来推动。那个净零碳排不可能说中小企业自己去安排啊，说政府它应该拨出这个预算经费出来专门针对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协助嘛。除了能源政策，全国商业总会理事长柯书博嘛来甲总统提出建言，因为最近国内观光业、旅游业受到这个疫情的损伤有较严重，所以讲整体营收有较弱。来甲政府建议讲，会当爱有条件来商讨入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个差异性的管理，你打完2剂或者打完3剂以上，而且阴性，它可以缩短它被隔离的这个天数。另外，针对俄乌战争这部分的影响，现阶段西方国家已经煞咧对俄国来做制裁。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表示讲，咱方会来实施对伊的经济制裁。我们已经跟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防止5G 扩散的这个瓦森纳协议的品项呢，那我们现在会严审。总统蔡英文嘛重申讲，会煞咧来掌握对俄乌战争的发展局势，并且邀请各部会来做讨论，来维持国内的物资、物价甲金融市场的稳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新天堂乐园哦，雄雄宣布讲，过今仔开始暂停营业。员工是拢真烦恼，讲会领无薪水甲遣散费，望讲县政府会当来协助劳资协商。对外宣布3月初1暂停营业的花莲新天堂乐园，早起开门时间只有员工甲厂商会当入去，规栋百货公司、电影院、美食街拢总休困。那观光客刚去，就连员工也唔敢相信。好像没有疫情哦，对你们有什么影响？这要损失光光了。我们现在最不安的就是我到底要不要上班，然后呢，我能不能拿到薪水？再来就是公司如果不营运了，那他怎么处置这么多的员工？关府社会处是接到部分员工私下通报，认为大概无有经暂停营业，恐惊违反劳基法，已经介入调查。员工提供劳务，而且是在雇主所同意的场域，那就算有劳务提供，雇主就依法应该给付相对的薪资报酬。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它最长要到60天以前。负担所长吴主家是解释，目前暂停营业的只有大开家己经营的项目，合作厂商是也来协调，薪水甲遣散费会照劳基法规定。
我们现在目前员工应该是要就是争取安静基金嘛，安静基金规定有大规模之前的规定目前暂停营业2个礼拜了哈，外面厂商有合约嘛，依照合约的规定来跟他协商哈。新天堂乐园内大约有200多名员工，属于台客公司大约有50多位，其他大部分拢是协力厂商所开设的餐厅、百货专柜人员。大家对过完年的失业感觉不安甲受气。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按算讲，未来慢性病连续处方，民众若需去医学中心区域病院领药一届就要加收100块，也毋过若需去地区病院、诊所、佮药局领药就毋免收哦。嘛造成大病院是真反弹。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就表示讲，目前是搁咧讨论，还未做最后的决定。有一寡慢性病患到病院领药无按照时间食，造成药品浪费。为了避免健保资源浪费，卫福部健保署规划，未来慢性病连续药签，若讲第2、第3摆领药是到医学中心、区域病院，每一摆加收100块的费用。也毋过地区病院、诊所甲药局是免费，引起大病院反弹，要求应该公平收同款的金额，还是全部拢无收？使用者付费，所以希望大家都付，包括地区医院、诊所跟药局在第2次、第3次领药都要付钱啊，而且大家是一样的。如果只是去拿药，我想不应该说在药局里面就不用部分负担，在医院或者是去医院医学中心就要部分负担，我想这个是不必要的事情呢。因为外界看法不同，卫福部长陈时中伫2礼拜连假最后一天，邀请医药界代表开会收集意见。药师公会是主张，政府应该鼓励民众就近到社区药局领药，会当让大病院回归同情治疗角色。药局了慢签药，无应该收费用，别当甲大病院坐头前的平等。在2、3次里面，当然考虑的有2个哈，第一个是会加重的负担太多，那对于弱势者不利，这部分当然可能会阻碍他去领药的一个意愿，而让这个长期定期的一个服药。这样的时候被打断。但是中初一伫立法院澄清，健保署无讨论到慢签部分负担，全部拢无收费。你是讨论第2、第3摆的慢签，敢是不再免费？会考虑卖加重民众的负担，尊重医生的防护等两面向。目前还未确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伫2009年稽查台中火力发电厂7届废水的检验拢无过关，最后是罚款234万6千块。也毋过台电不好去拍官司，台中高等行政法院1审是判台电挨罚，台电又搁再上诉，嘛是维持原本的判决，嘛规定讲台电袂当搁上诉咯。台中市政府2019年7届稽查台中火力发电厂，发现排放的废水悬浮固体超标，以违反水污染防治法开罚234万6千块。但是台电公司提起行政诉讼，1审败诉了后，搁再上诉拍官司甲打，最高行政法院维持原判，专案确定。108年，监督范围水共查获7次超标。其中108年4月稽查时，悬浮固体每公升42毫克，超过限值的30。悬浮固体超标，容易造成鱼类呼吸受阻而死亡，也影响水生植物光合作用。台中市环保局2019年头一摆稽查，发现悬浮固体超过每公升30毫克的标准值。3月又搁2届到无同的放流口采样，同款超标。全年总共7届采检，全部拢无过关，以水污法裁处234万6千块，而且限期改善。台电不服提起诉讼，主张稽查迄一日采样的水无进行排除干扰试验。检体无代表性，但是对于最高行政法院最后的裁定结果，台电表示尊重。那这件案子我们会去做行政救济，是因为我们觉得对于采样的一些过程，它有一些需要做厘清的。但是现在既然是行政法院已经做出了裁定，台电公司会尊重法院的裁定。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台电资本也高达4000亿，中火一年确实去查出几落届水污染违规。台中市府裁处234万外块符合比例原则，驳回上诉确定。台中市府是表示，希望照着这款的行政判决，提醒所有的事业单位，拢必须要负起对环境的责任。记者台中报道。
前一站一直落雨，甘蔗无法度采收，惠宁好尾糖厂因为无原料糖做糖哦，嘛停工一礼拜。虽然成本是有增加，也毋过最近啥物件拢会起价，糖厂是表示讲目前糖是袂起价。单位甘蔗园采收的甘蔗，经由大货车、5运火车送到好尾糖厂准备制糖，但因为受到前一阵连续落雨影响，互甘蔗园拢落5门难以落田采收。导致好尾糖厂无原料会当制糖，停工7天。最近这几天才恢复制糖作业。这田你下雨的话，你机械没有办法下田，所以整个你原料搬不出来，采不出来。从2月20号开始下雨嘛，那我们到27号才开始压榨，整个影响大概1个礼拜左右。好尾糖厂表示，这届制糖期为去年12月开工。如果生产甘蔗原料27.8万吨，会当产出2.5吨的本土二砂糖。不过因为气候影响，原本制糖期只有到3月底，将延长到4月10号，成本小可增加，但未影响到糖价。那多多少少会增加一些我们制糖开工的一些费用最主要是有一些季节工的工资这些成本多多少少会增加，但影响不大。好尾糖厂表示。国内糖价主要是受到国际糖价所影响，至目前县内大约有570户，总共去做600公顷的甘蔗园。今年嘛增加制糖的生产努力，为原料产品拢会当追溯确保品质。另外嘛要来呼吁制糖期间，用路人行经铁路偏高道时要特别注意。记者为您报道。昨有民众伫台东市区发现一只白面飞鼠，因为看到人拢袂惊，所以应该是有人饲的。虽然这款飞鼠毋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也毋过伫野生动物保育法嘛是规定讲是袂当饲伫厝内，互掠着上侪是会当罚25万。李北岸有一位民众看狗仔伫咧台东市这项路附近的空地散步，到挖过一只亲像鸟的动物，民众正好奇用手机落来，请专家来辨识。这只动物应该是白面鼬鼠，也就是一般讲的飞鼠。不过伊一般拢生活伫咧中原海拔，那芝麻山出现伫咧平地。分布是比较偏向中高海拔，那一般它是属于夜行性的动物，所以我们要看到白面鼬鼠，通常呢在晚上的时候才能看到它在林间出没。白面鼬鼠是一般类野生动物，因为头圆圆、目睭大大蕊、正高水，也捌看过有人饲。伫台东市被发现的这只白面鼬鼠，可能是有人饲的造出来。台东县农业处讲，无经过所购饲野生动物，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会当罚5万以上25万以下。会出现在市区可能疑似是民众饲养的。那也提醒大家，这个一般的野生动物是不能饲养的。台东县农业处讲，天目店无经过思考，也袂当卖一般类的野生动物，希望民众莫去买。若伫野外捡到野生动物，上好送到动物收容中心，唔通家己饲，则袂犯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的德胜新村甲中林新村是对日本时代保留较大空军的贯穿，因为无法度征收来使用，所以屏东县政府就保留伊原本的结构，规划做一个以维护公园，是真有特色哦。嘛，请来真侪民众来遮翕相。老旧破碎的砖仔厝充满时代感，结合时钟、椅啊等等的装置艺术，互废弃的老贯穿重生。将这串联过去到现代的维固公园，布置的蛮好的，就是像那个废墟这样子，有点要拆不拆的，有点像日式风格这样，复古风，所以我觉得让大家会想要来这边拍照。这是屏东县的空军贯穿德胜新村和中林新村，是自日本时代保留较大的历史建筑。不过因为毁损的状况较严重，无法度修复再利用，所以县府就将这寡老厝的结构留落来，加上古早味的铁窗花、甲军机的零件等等，变成充满气氛的维固公园，和边仔的胜利新村串联做新景点。以前这里就是很荒凉、很暗灯火也不是很通现在改变这样。人潮很络绎不绝，吸引很多外地游客。店家也都很有特色，算非常好拍照的地方。然后包含说有店家的，然后还有眷村修复的，就是比较有废墟的美感的地方。今年屏东的灯会也伫咧胜利新村规划灯区，用旧厝做主题，展示出电话、
信箱、糖柑仔等等的造型花灯，带民众回想囡仔时代，来一段时空旅游。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林死哦，张宝强因为有台湾国宝彩绘大师陈秀仪的作品哦，红列做决定古迹。因为是国际身份，所以庙有真侪所在需要整修，也毋过想要订番哦，程序是真复杂。庙方是希望相关的单位会使来斗3工，好好保存文化资产，嘛互民众有一个安全拜拜的环境。如果没盖这个，可能会更严重。今日婚林死哦，桂山张宝强。每一个所在拢会当看到时间流落来的婚野，这是在地居民的信仰中心。不过，古来未少所在开始落雨，厝遐嘛拆起。原本是按算讲102年要拆掉重启，煞因为庙内底有台湾重要彩绘大师陈秀仪的作品，105年红列做决定古迹，中间的工课一直无法度做。古来一寡建筑物一定会歹嘛，当初是咱嘛有请示讲要重建。阿妈祖婆嘛讲好，结果伊登录古迹了，到即阵拢也无动作，庄头的人拢会烦恼讲这庙会安全袂？国宝彩绘大师陈秀仪2012年过身，伊所留落来的作品真珍贵，互官府甲庙列入决定古迹来保护。不过，煞嘛因为古迹这个身份，一直无法度动工维修，厝遐已经愈歹愈严重。庙方认为讲，若是佫毋整修，恐惊会伤害到文化资产，对来拜拜的信众嘛真危险。艺术作品的不可取代，跟它的时代断代的权威性，陈寿仪不在了。消失一件就是一件，因为它不会再生。咱这间庙寺内底一寡彩绘雕刻、石雕，种种方面拢是一寡文物。我希望各单位拢会当重视这个文化的科目，到协助看我都加紧修复的过程。针对张宝强的整修工程，云林县政府表示，修复甲再利用的计划109年已经完成，当咧甲文化部争取经费。不过因为庙体建筑情形已经未堪日等，所以今年就会先用县府的本预算来规划设计甲发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联合国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有一份上新的报告指出，未来18冬，因为地球暖化，真侪所在会愈散热愈极远，嘛指出地球温度升悬嘛会造成无正断症，天气会愈热，佮有雨佮风台会愈多，所以嘛呼吁各国领导人要爱有准备。这个世代囡仔到2100年可能也活着，不过迄个时阵因将经过的极端气候事件，将会是即摆4倍较侪。根据联合国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研究，若讲地球的温度为即摆起搁增加约2°C，所造成的大水风暴、恐慌甲热浪等，将是即摆5倍。There is a brief and rapidly closing window to secure a livable future on the planet, and we need to live up to this challenge. This is a decisive decade of climate action. 到2050年，地球上有10亿人将会面临海平面升悬所带来的大水风险，有搁较侪人将因为气候灾难被迫离开家园，尤其是大水、海水升悬，甲热带气旋的威胁。另外，也因为地球温度升悬，咱人将会因为伤热，煞无法度出外做事，包括种物件。Today's IPCC report is an atlas of human suffering and a damning indictment of failed climate leadership. And science tells us that will require the world to cut emissions by 45% by 2030 and achieve net zero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by 2050. But according to current commitments, global emissions are set to increase almost 14% over the current decade. Coal and other fossil fuels are choking humanity. 这份由联合国发布的气候变迁影响甲调适报告指出，已经有至少33亿人的日常生活非常较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而且因为极端气候死亡的可能性增加15倍。强调尽量拍拼将地球升温控制伫工业化前的1.5°C 以内，是有真迫切必要的。另外，就算是俄罗斯、乌克兰当咧休战，也毋过经济最后白板会议中的与会人士表示，一位乌克兰代表特别强调，唔通互战争将这份报告的重要消息看过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针对这份联合国的报告，有国内学者是认为讲，到这个世纪尾，目标是爱控制温度袂使升悬超过1.5度。学者嘛建议讲，咱国内应该制作气候变迁危害地图，提出正确应用的办法。
世界面临极端气候，若毋是大雨做大水，就是无水咸酷化。联合国 IPCC 就警告，伫咧这世纪尾，世界平均都要对摄氏2度降到 1.5 度。不过，就算安尼做，减碳相关挑战依然是真的。基本上都慢慢朝向，我希望控制在1.5度 C， 因为2度 C 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措施可能都已经不足以应付2度 C 带来的影响了。伫228暗时，台湾科技媒体中心邀请学者伫咧 IPCC 刊出报告了，第一时间解剖台湾的处境。有学者就讲，极端气候所引起的是复合灾害，需要各部门来合作解决。台湾的天灾愈来愈多，包括水害、靠岸、崩山、热浪、大寒等等。建议政府就应该以科学为基础，先画出规划地图。它或许可以解决问题。可是我觉得解决的问题绝对是事倍功半，而且不够精准。如果没有气候变迁之下的这些危害，所有都不可能，而且都是在瞎子摸象。报告指出，全球36亿人所在的所在气候高度脆弱，需要大笔的资金来调整。不过，嘛警告，错误应对，譬如讲因为海面升悬就起爆发，恐惊会引来愈侪灾害。它对海岸生态基本上是会造成另外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调试通常是失败的啊，它可能解决了一个问题，可是又制造了另外一个问题哦，所以这个版本里面也强调这件事情。民团大学都市计划甲防灾学系副教授赵冠如表示，错误也是无妥当的应对，会造成灾害风险移转。伫咧国内就常常看到，佫会去影响到弱势族群，因此决策都需要顾虑到公平甲正义的精神。伫咧 IPCC 这届报告当中，嘛已经特别提醒。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澳洲新南威尔斯省哦，即马就因为连续落大雨，造成淹水，其中上严重的利斯摩尔市，就有超过15000个人需要撤离，造成这个淹大水的公立天气系统哦，嘛等下向澳洲人口上侪雪梨移动。澳洲当局今仔嘛呼吁民众，未来2天就要做好防灾准备。雨一直强落来，车路完全消失，煞变做敢若湖里，厝完全找无门。因为大淹水，连肯德基都剩2楼的看板，快艇赶紧出动来救掉伫内底民众。连续这几天落大雨，互澳洲的新南威尔斯省的小城镇利斯摩尔，规个敢若浸伫水内。Well,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I've been through the 54, 74, 89. Nothing like this. We are seeing unprecedented flooding. Particularly in northern New South Wales,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provide help and support as quickly and as safely as possible. 澳洲媒体报道，这届雨量真惊人，有一个所在24点钟落超过750毫米，创新纪录。当局紧急撤离居民超过15000人。大水截至28已经造成8人死亡。极端气候是不是会做大水愈来愈多呢？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月中所发布的报告讲，极端气候变化、海平面升悬，互美国沿海做大水的机会会增加。By 2050, moderate flooding that typically damages property and commerce, is expected to occur 10 times as often as it does today. The poorest, the most vulnerable in our societies, are also going to be the front line of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联合国政府中间的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 IPCC 报告预测会再一次确认，过去所讲的恶化情景，恐惊会一项一项发生，呼吁各国要积极面对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非洲上大规模超过中国3级大坝伊索比亚复兴大坝已经起启用，嘛开始发电了。虽然这座大坝会当来改善当地能源甲用水的需要，也毋过因为会影响到尼罗河水头的资源，互水尾国家苏丹、埃及感觉受到威胁。伊索比亚总理阿比阿迈德20为复兴大坝主持加采，佮参观水利发电站，市启用13台涡轮发电机当中一台正式开始运转发电。这经过10年，开42亿美金规模比长江3级大坝也佮较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也佮进一步。复兴大坝悬145公尺，宽1.8公里，为2012年动工以来一直充满争议，因为控制尼罗河水头支流，清尼罗河水源，和水尾的苏丹甲埃及非常烦恼关系经济甲农业的水资源，就此互别人控制。去年大坝伫雨季期间2摆注水，拢引起区域外交争议。联合国甲非洲联盟真济摆参详，依然无法度有共识。
የኢትዮጵያ ዋነኛው ፍላጎት 60%ቱ በጨለማ የሚሰቃየውን ህዝብ አምፖል አይቶ የማያውቁ እናቶች በጀርባቸው እንጨት ተሸክመው ለማደናቀፍ የወጣው ጉልበት፣ ጊዜ፣ ገንዘብ ቀርቶ ለልማት በጋራ እንድንቆም በትብብር በጋራ እንድንቆም በታላቅ ትህትና ከአደራ ጭምር ጥሪዬን ላቀርብላችሁ ፈልጋለሁ።复兴大坝总容量740亿立方公尺，基础种地容量超过6000兆瓦，去年自水135亿立方公尺，达到长洲发电的标准。不过离满水为爱几啊年时间，埃及目前已经严重可化，要求伊索比亚对大坝延迟注水。过去一直根据1929年甲1959年签署国际协定，主张埃及对尼罗河历史权利为保护水源而来战争。不过伊索比亚保证。水备水量未减少，未来复兴大坝发展会续期强行凝固，各为缩短减少后规大水，水源合理共享对区域发展只有好处。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你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告杜拜有世界上悬的大楼哈利法塔，即马又个设计一座未来博物馆，就起伫杜拜的金融区哦，咱做伙来看卖。杜拜未来博物馆经伫咧日子有7月2日即天开幕。所在一个金融区，悬77公尺，外形是龟卵形，内面镂空，日头一照了，敢若一粒金黄色的不锈钢的建筑物。暗时电火一拍，袂输敢若一粒宝石同款，闪闪闪闪，看了真水。这座3万平方公尺，开了1亿3600万美金，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当地肖恩基拉建筑所设计新博物馆。内面的结构拢无条啊甲梁，是用2400支圆巧的钢铁所斗起来。灵感来自风水的概念，玻璃墙用形丝刻着杜拜首长穆罕默德的西瓜底纹。内面的展览分做外太空、生物工程学、生态系统、健康甲森林等主题，全面将到2070年50年了后的世界。We tried to do is create a sort of compelling vision of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imagine space as a shared resource, and what would happen if we imagine space exploration and habitation as the sort of shared experience of all people? How could we then use that to, improve life on Earth? 展场有一个空间，规内面暗摸摸，吊着真侪细玻璃杆仔，内面装的是生存受到威胁，或者是已经绝迹的动物甲物质的 DNA 模型。一寡高科技前瞻性的体验，串联规栋建筑物，唔但是互参观的人有全新的感受，也互大家加一寡亲层的思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